我要害你的话，何必等到现在？今日我替你挡了鹤，没有将你有空玉珍的秘密告诉别人，但是以物还一物，你得如实告诉我想知道的事情。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自然有你的苦头吃。我桑琪，喝多了，我已经醉了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但你如果不如实告诉我，你就怎么样？我就。行吧，既然话都已经说开了，我就告诉你吧。我承认，我就是小白。我就知道你是小白，我猜对了吧？我哥说小白温顺恭谦。你看你气眼这么黑，你叫什么小白？你叫小黑好没有？我哪里黑心了？你不是说不动手的吗？松手啊！丹丹，我不为你那么多次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？关你什么事啊？那是我跟你哥之间的事，他可以叫我小白，你不可以，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？还让小白跟我开小差，你给我不能开小差！你哥还要我鞭策你呢，松手！鞭策？你都快拿鞭子抽我了！我哥要是知道有你这么个狐朋狗友，他一定会杀了你的！我那是有意为之，不然的话你……哎，滚蛋！开脑瓜崩！开脑瓜崩！开脑瓜崩！我弹！我脑瓜崩！我呀！你放心吧，你哥嘱咐的我都记着呢。何况你还好意思说？我告诉你，叶云芷，小白的事情是真相大白了，不过你隐瞒我的事情还没有结束。我刚才不是已经全都告诉你了？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还有，我提醒你啊，小白这个称呼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好。如果你敢在别人面前说起的话，你就怎么？在国子监里面，你的确是有权利，不过这出了国子监，你管我。